随着这个黄酸雨的方面陆续到来，雨水情小可来讨解，也毋过旱灾应变中心就来宣布讲，台中地区目前也是无法度来解除大旱，所以暂时维持减量送水的柑仔熄灯。有关其他水情的消息，这回来听旱灾应变中心详细的说明。旱灾应变中心也要宣布新的水情灯号。 那台中地区因为鲤鱼潭跟德基水库的蓄水情形，目前仍然无法解除旱象，要继续精准的控管，暂时维持减量供水的橙灯。那其他地区呢，像是桃园、新竹、苗栗，从减量供水的橙灯可以转为减压供水的黄灯。那嘉义跟台南地区 则直接转为水情提醒的绿灯，彰化跟云林呢就可以恢复为水情正常的蓝灯。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极端气候下可能出现的复合型的灾害挑战，所以呢，工作的模式也要调整，从过去是全力抗旱，现在是转为同时防豪雨也抗旱的模式。 旱灾中央应变灾害中心今天以后将会解除开设，由经济部的抗旱机制来接手。我已经要求水利署、台水公司与台中市政府维持紧密的合作，持续运用抗旱2.0的稳定水源，守住台中的水情，让中部的水库水位可以持续的稳定上升。那同一时间，这一波的锋面很有可能带来 短延时强降雨需要防范。昨天经济部就已经2级开设，启动豪雨紧急应变小组。目前呢，已经调度了1528台的移动式的抽水机，那其中1092台已经布设完毕了，剩下的呢，我们会机动来支援。